前方的高速公路巡游休息站，你看呢，农田稻谷收割以后，有的还会长出新芽出来。如果继续栽种的话，也是会将来是会有稻穗成熟，但是产量比较少，产量就比较小。成长力、生命力也有关系的。新的种子长出来，将来的收获会大。你看，高速公路的车流，然后有高铁，乡下县乡道，是乡镇的道路，然后田间的产业道路，然后田里面的田埂，你看对方那个田埂修得好高啊。